伊拢有一个16岁的少女，怀疑因为无包头巾，伫咧坐地铁的时阵，去互警察拍甲昏迷。英国首相安森甲英国变做无分国家，安森限制2009年了后出世的人，规世人拢袂当买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小庆风台今日早起8点外登陆台湾尾，目前这风眼是已经离开咱陆地，预估本岛就要到明仔才完全脱离暴风圈。即讲花莲、台东、中华以南，阁有偏乌，目前拢还阁伫咧警戒范围内，都要注意安全。小庆风台中心伫高兰皮西南方海面，往西沙东过去3点钟，伊的强度减弱，暴风圈有缩小趋势，毋过暴风圈犹原大伫花东甲中华以南、参偏乌地区受风台环流影响，警戒区范围内风雨犹原继续。其实呢，它目前还是对我们的近海造成相当大的浪的情形。那在沿海也有比较明显的强风，以及目前在迎风面以及南台湾这一带都有一些间歇性的比较强的雨势出现。2天以来，小庆风台为屏东太埔乡带来523毫米的降雨量，昆顶雨势也未细，超过452毫米。台北市幽明经天公测站累积雨量也突破18毫米。专家分析，小庆风台是风型风台风速偏强，陆行史上风台带来上大强阵风，入夜了后，西北部地区也是爱严防强风，加浪旁的落雨。它已经造成沿海的风浪非常的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造成这个瞬间有时候这个会造成这个路树的倒塌，应该会突破前面几个台风的记录。专家提醒，拜五台湾本岛渐渐脱离暴风圈，到时阵风场会改变，不过有关可能有时阵有较大的雨势，各地天气犹原无稳定，民众外出也是爱扎雨伞雨伞。记者综合报道。这个风台来的时阵，风势有够透，南苏是靠17级的阵风，打破当地190多年来纪录。这开元港是有9成的渔船拢并去，而且佫有真侪客家、佫有学校的天棚甲窗仔拢破去。这规个南苏是有9000户停电，甚至佫有人受伤。透过海巡，南苏安检所的监视画面。开元港的船仔去有17级的透风，吹到伫咧港的弄来弄去，因为有的弄甲真严重，差不多有9成的船拢沉落水底。透风是直接灌入去人家厝内底，电火条仔嘛起去，部分的客家去有透风扫倒去，学校的受损嘛真严重，教室甲多功能会议室拢损断甲真吃力。南苏唯一的加油站，加油枪嘛拍无去，规个南苏受损是真严重。乡公所估计损失可能有甲上百亿。我们学校的岛上算是最好的、最豪华的，可容纳80人的多功能会议室，整个大门都被吹掉，连那个窗框都被吹走了。现在是电话不通，然后那个交通也不通，然后我们的那个一些那个房屋什么都被吹得乱七八糟，然后还有我们的船只也整了大概9成。透早台东县南回地区是透风落雨，大埔地区路边的树仔去有风扇倒去，伫台东富港的海墘仔，影是一直拍起来爆花，拍起来有甲10公尺悬。海影也入来渔港，白渔船仔的锁啊嘛差一点登去。渔民伫咧港边监控家己的渔船仔，就烦恼船仔会流去。浪很大啊！哦，这个啊，哦。啊，敢烦恼船就走去。哎呀，都来白船啊！台东规暝风是透假，目前风有较减弱，不过造成18000多户失电。经过台电修理，目前还阁有7000多户停电。南苏地区目前传出有民众受伤，不过因为路袂通，都要甲路修理好会当通行，才有法度甲患者载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也卖这一间小学啊，是有60多个学生意外食到有大麻成分的糖啊，吐甲送病院。当地政府是放调，要加强抓这款卖毒糖啊，互囡仔行为。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根据美国的民调，若是北韩去拍南韩，有50%的受访者赞成美军保护南韩。英国《Times》报道，英国利兹大学的调查，医疗单位甲女性做冠状动脉检查比例是无到男性的1/3。这款医疗性别歧视是害女性因为心脏病死亡的风险更较悬。索瑞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是宣布新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预计有12万5千人受惠。
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马里兰州的摩根州立大学发生枪杀案，造成5个人重伤。为着安全，校方是赶紧把所有的活动拢总取消。去年伊朗有一个查囡仔艾米尼，因为无包头巾出门，就去互警方拍死。只但比较才拄满1年，就又搁有类似的案件发生。这回是一个16岁查囡仔，嘛是怀疑因为无包头巾去坐地铁，就去互警方拍甲昏迷。一个少女的家属是讲，伊无去互拍，不过非政府组织是怀疑讲，伊的爸母去互施压，才会安尼讲。 16岁伊朗少女阿米塔，和做伙坐地铁的朋友按地铁来讲出来，风声讲伊伫首都德黑兰坐地铁的时阵，无照规定戴头巾，和当地警察查问了后，攻击甲昏迷。目前人伫病院观察，不过事后地铁公司公布一段哪像经过剪辑无车厢内的影片，并且讲阿米塔因为血糖上低，才踮车厢内汹涌昏倒。经过否认这件事件有集体冲突。 伊朗官方媒体甚至公布阿米塔爸母的访问画面。阿米塔的爸母讲，因的查某囝并无受到任何的攻击。من تصاویر مترو رو دیدم اون چیزی که مردم میگن فکر نکنم باشه. من خودم قشنگ تصاویر رو دیدم که مثلا چجوری افتاده، چجوری بچه آوردن. پیگیر این قضیه بودم. فیلم مترو رو دیدم چک کردم. چیزی خاصی نبود که بخوام مثلا. 不过，课题人员非政府组织讲。 伊朗当局对阿米塔爸母施压，强迫因讲这款话。另外，因伫受访问的时阵，并有高层官员伫现场监视。因阁禁止阿米塔的爸母伫社群媒体公布伊的相片，嘛禁止因和人权组织有任何的交谈甲指责。阿米塔的遭遇嘛，有外界忧心，伊可能会和伊朗科特族女子艾米尼同款。去年9月，艾米尼因为涉嫌违反戴头巾的规定，和当地警察关押期间死亡。 引起国内甲各国民众排山倒海强烈的抗议，控诉当地警察占权欧北来，抗议的时间有几个月久。این حادثه‌ای که پیش آمد دختر جوانی درگذشت خب حادثه تلخی بود دل ما هم سوخت. 艾米尼过身已经满1年，伊朗政府使用暴力镇压，当时将近600个抗议民众死亡，部分受到伊朗处决。虽然伊朗的当地警察把暂时停止伫瓜亚罗巡逻，不过今年7月中旬又搁恢复巡逻任务。 强迫伊朗女性要遵守伊斯兰清查的规定，讲若是发现违规无戴头巾的女性，会先警告；若是阁无改进，会采取法律行动。公视新闻新乐杯编译。美国的罢工行动是一波搁一波，这阵连上大医疗集团凯撒医疗集团，都有75000个员工伫咧各地串联，要做伙罢工3天。因主要的诉求嘛是要加薪水，搁希望会当加请人。 大批护士药剂师甲治疗师等工作人员，举标语组织伫洛杉矶凯撒病院前抗议。凯撒医疗集团是美国上大的医疗企业，全美国有39间病院，约700个医疗机构，员工超过30万人。不过拜三开始，其他所有75000人伫加州华盛顿州等真济地点展开3天罢工行动。 We're working through the pandemic, we're working through hard times, we're understaffed, underpaid, they're not giving us what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our patients properly. Nobody here in this group wants to strike, but our biggest concern, like we're all respiratory therapists here, our biggest concern is just having the adequate staffing on a daily basis. 发起抗争的凯撒工会联盟表示，疫情期间人员大量流失，公司选补人，造成人力长期不足。估计目前需要增加1万个人力，才会当维护病人的服务品质。同时，因也希望调薪6%，以对抗通膨。 We're not asking to be part of the millionaire club. We're just asking to be part of the society and be able to afford gas without having to go 2 jobs. 虽然医生并无参与这摆罢工行动，也毋过罢工会造成非必要医疗服务暂时停落来。凯撒讲，过去4年整体薪水已经调悬12.5%，各州上低时薪也为21块美金提悬到23块美金。目前针对上薪诉求，劳资双方的谈判仍然在进行。公司新闻站回并编译。食薰会造成身体破病，毋过要改阁真歹改，所以讲上好是连吸都莫去甲吸。所以讲，即阵英国首相苏纳克就提出一项计划，按算要甲英国慢慢啊变做无分国家。这其中一条就是2009年以后出世的人，规世人拢袂当买薰。目前这当合法食薰的年岁是18岁，未来是会一年提悬1岁。所以讲，这2009年出世的人是永远都对袂到合法的年纪。
安尼长期落来，会当合法食薰的族群就会愈来愈少。这项政策原本的用意是真好，不过依然是有人反对的，因为有的停薰的团体是认为讲，这禁令根本就无效，要食的人就会想尽办法去买非法的。各有薰草商协会嘛表示，安尼是在打压成年人的权利，佫会助长犯罪无益。英国首相苏纳克测试伫曼彻斯特的保守党年会，宣布会当年提悬买薰的年纪，话还未讲完，现场随即响起破声。That means a 14-year-old today will never legally be sold a cigarette, and that they and their generation can grow up smoke-free. 苏纳克引用数据指出，英国每5个青少年都有1个人补过薰，5个补薰的成年前有4个伫20岁就开始补。国民健保署 NHS 当年用伫薰害相关的医疗支出达到170亿英镑，大约是6600多亿台票。透过当年提悬合法买薰年纪的措施，有机会互薰害引起的癌症死亡人数减少1/4，对于维护国家未来主人的健康是必要的做法。英国主权机构巴纳多伫去年就提出当年提悬买薰年纪的想法，与会议员普遍肯定这项计划。有无共款看法的议员认为真歹限制成年人的行为。I think it's quite sensible to try and persuade people not to smoke, but I don't think you'll find that 58-year-olds will be banned from buying cigarettes. 英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70年代补薰人口当年落半，目前全英国有达到600万人补薰。政府希望这项措施会当让补薰的人口伫2030年进前减少到5%以下，让少年人伫2040年时会当脱离薰害，走向无薰国家的行列。纽西兰国会伫2022年通过禁卖薰品予2009年以后的世代，一旦英国也通过法案，会成做欧洲第一个限制少年人买薰的国家。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日票一直咧落价，就是包括游客去游览的好时机。尤其是在美国人因的物价起甲抓袂牢，所以讲因着趁去日本佚佗的时阵，就搬规大堆的日常用品回去。伫日本专门卖各种杂货连锁免税商场，是找补食品的好所在。东京涩谷的这间分店24点钟开放，请真侪外国游客来捧场。无论是买土产、囡仔的佚佗物，还是药妆等生活用品，这拢总有。重点是即摆买上介俗。Coming to Japan from Hawaii, all my friends have come over. Everyone I know has come to Japan because the dollar is so much stronger than the yen right now. Even my Japanese friends that come to Hawaii come over and tell me how much a Diet Coke is in Japan. And I was like, what? That's it? 去年美国开始新式进程，美金换日票是1块换114块，最近已经卡到150个新旅关卡。等于即马去日本买物件比进前俗3成，加上美国的高通膨，所以愈来愈多美国人爱来日本旅游shopping票。Makes everything seem like really cheap for me. About 70 or 1,000 yen is like $7, I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t makes everything seem a lot cheaper. 不过日票是毋是会继续落车？市场看法有差异。按拜日票换美金破150了后，国快速升单来讲。市场人士推测，日本官方已经立场支持日票，不过有专家认为，日票到年底进程还有落价空间，想要扣小额还有机会。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美国纽约当年会有超过5000万人去佚佗，去遐游客多数拢是住在地人家厝大短期的，因为遐旅馆实在是伤过贵，一暝上无就要12000台票。不过，即阵当地政府是推出一条新的禁令。禁止厝头家说互短期的游客，理由是要把即寡厝留互长期住伫纽约的民众。不过，安尼观光客无通找俗的住宿，恐惊会影响着观光。美国的纽约是全世界上侪观光客的城市之一，但是市中心的旅馆是贵甲会惊人，住一暝上无爱400块美金，差不多台票12000块。较高级的饭店就搁较贵，根本毋是一般人住会起的。真侪观光客会去 Airbnb 还是 Vrbo 的网站，找伫纽约较郊区会当睡短期的民家厝。但是最近若上这网站，会发现会当睡的民家厝数量变甲真少，因为纽约市政府自今年9月开始严格限制这种短期的睡厝。The city of New York is in
an affordable housing crisis. So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re preserving our affordable housing, which is for people to live in permanent housing, not for short-term rentals. 根據新的規定，厝主要先向市政府申請登記，審查通過了後，厝才會當用來稅第期的，袂使一擺稅超過2個人，而且一擺一定要稅超過30天以上。厝稅出去的期間，厝主閣一定要同時住佇內面。若是按照這個規定，目前伫 Airbnb 網站頂頭的厝，都大部分都無合格。常常去紐約觀光，也是出差的人講，安尼實在是真無合理。This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ted travel destinations in the world, so it didn't make any sense to me at all. 對去紐約觀光的人來講，可能會感覺無方便，但是真侪紐約在地人攏贊成這項新的規定，因為過去佇公寓內面，若是有稅登記的厝，都會一感覺有無熟悉的人出入入。唔有安全上的問題，嘛會加真差，環境加真垃圾。Imagine if there's an apartment in a building that's consistently being rented for late night partying during the weekends. That means that the rest of the neighborhood, the rest of the neighbors in the building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a restful night. 推出新規定了後，違反規定的厝主上最會去罰款美金7500塊，差不多代表24萬。紐約市政府希望透過這種方法，會當解決紐約房厝無夠的危機，改善主題區的生活品質。但是對紐約一年470億美金的觀光市場，到底會造成偌大的影響，佫需要一段時間來觀察。記者甘文恁編譯。感謝您收看新聞世界通，我是蘇眉，明仔載再會。